㗎，高達迷一定要睇。海港城變咗動漫基地啊！係全港甚至全亞洲首站啊 ！Bandai Namco 旗艦級活動正式登陸海港城，由3月27號到5月5號，成個海港城變咗動漫迷嘅天堂。今次規模真係好大，橫跨5大主題展區，由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去到 LCX 同 Ocean Terminal Deck， 度度都有打卡位同限定店。最矚目一定係呢個5米高嘅 RX-78-2模型，大家細心睇下，呢尊5米高嘅 RX-78-2唔係普通模型，你睇下啲裝甲上面嘅黑線同凹槽，層次感極強。仲有就係呢個16米長嘅未來飛船，入面收納咗過百款高達模型，係名副其實嘅 Gundam Exploration Capsule。睇完高達唔好走住，因為仲有架前進號6米嘅高度還原經典前進梅利號海賊船場景，喺維港海景襯托下，真係好似準備出海揾 One Piece 咁。行入室內，一定要去睇下 Tamagotchi 研究所，3大主角首度登陸香港，仲有部機嘅進化史。如果你係超人迷就更加唔可以錯過 LCX 嘅60週年特展，由超和到令和嘅超人造型一次過睇晒，仲有超人迪迦30週年紀念展品，最後去期間限定店買嘢之前，記得同1:1悟空合照。呢個龜波氣功造型氣勢十足，簡直係成個商場最熱血嘅角落。展期到5月5號咋，快啲嚟打卡啦！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